其實我非常之好奇，究竟係學校陸運會冠軍勁啲啊，定係學界冠軍勁啲呢？原來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你喺 IG 見到補習老師賣廣告，咩全級第一名啊，全校第一名啊，全校晉升咗2個 level，你全部唔使睇。佢哋唔同我哋係全港第一名，我哋係補習界嘅全港第一。咁你哋會擔心問啦，喂，你哋係全港第一啫，有冇完整嘅配套？有測驗，有功課，靚筆記，靚天書，無限問書，無限改文，有冇呢啲服務先？原來我所認為嘅常識，你哋一啲都唔識嘅，就係以上嘅細節，我哋全部做啱晒，先攞到全港第一嘅成績，全港最高5星星率同埋全港最高5加率。係啲補習老師攞唔到全港最頂尖成績，先至強調同你話啊，佢有配套啊，佢有無限改文啊，佢有好靚嘅測驗同埋功課。本末倒置。當我哋嘅 DSE 課程攞到全港第一滿分成績，全港最高5星星率，我又何必同你講啲廢話不着邊際嘅咩配套啊，咩測驗，咩功課，咩老師上堂有冇風趣幽默，有冇請你食芝士蛋糕？我又何必拘泥呢啲咁嘅廢話呢？難道你聽唔出呢啲廢話配套垃圾情緒價值係當個補習老師唔能夠教出好成績，最低5星星率，係補習社夾硬幫佢捏造出嚟嘅人設賣廣告，我哋簡稱呢招叫轉移視線，分心大法。有 common sense 嘅同學，我哋補習課程歡迎你，嚟緊仲有 free talk，盡快報名。